今年咧，我哋慶祝東江水供港60週年。其實東江水讓香港咧有穩定同埋足夠嘅供水來源，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嘅關愛，亦都令我哋咧可以安居樂業。香港嘅雨水收集一直都不足以應付需要，所以我哋非常依賴東江水供港。而家東江水佔全港食水用量達到7至到8成。處長啊，有人話咧，與其我哋向內地買東江水，不如自己喺香港咧開拓淡水嘅資源，例如係海水化淡咁樣啦，長遠仲嚟得划算。你點樣睇呢？係啊，局長，其實咧市民亦都未必明白啦。其實海水化淡咧，比我一般供水嘅成本嚟講咧，係高2至3成。要作為主要嘅水源嘅話咧，唔合乎成本效益，而且咧海水化淡過程咧比較耗能，同世界減排嘅大趨勢咧背道而馳嘅。而興建咧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嘅目的咧係為咗應對咧氣候變化嘅影響，係未雨綢繆嘅措施，而唔係咧要取代東江水作為主要水源。咁處長啊，其實我哋買東江水嗰個費用咧係點樣釐定嘅咧？東江水嘅價格咧，其實基本上咧已經包括咗咧輸港東江水嘅有關費用啦，包括基礎建設、系統運作同埋維修嘅費用，以及咧保護輸港東江水嘅水質措施。但係呢個費用咧係冇包括內地用於生態保護啦同埋其他方面嘅成本，例如限制內地開發東江流域嘅完善保護區啦，同埋咧喺受保護範圍內咧禁止污染性活動等等嘅。國家咧喺原東江流域咧都設立咗好多嘅保護區啦，限制咗我哋嘅發展啦。包括咧限制佢哋採石啦、開礦啦，同埋禽畜業等等啦。多年來咧所拒絕嘅大大小小項目咧，總數咧超過600億。過去國家動用咗大量嘅人力物力，進行咗好多嘅擴建、改造工程同埋生態環保措施，例如興建專用輸水管道同埋河流調污治理嘅基礎設施等。仲有去年啟用嘅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，將西江水引入廣東省，有助舒緩東江沿河城市對東江水嘅需求，而且引入嘅西江水亦都可以為香港提供應急備用水源，實現東西江雙水源互補。處長啊，咁考慮咗東江水嘅輸入，加埋我哋自己喺香港做嘅水務工程，其實一般嚟講，我哋嘅住戶佢哋嗰個水費，而家交水費嘅情況又係點嘅呢？香港咧供水穩定，水質安全可靠，但係咧市民所俾嘅水費咧其實係唔高嘅。水費咧平均咧只係每個月44蚊，其實只係佔家庭月入中位數嘅0.01%左右。而家咧本港大概有接近2成嘅住宅用戶咧係因為用水量低唔需要交水費嘅。按國際水協會嘅調查數據顯示，2023年咧世界39個首都同埋大城市嘅水費由最貴起計咧，香港排名咧其實係30名，明顯低於其他大城市啦，包括首爾啊、東京、羅馬、巴黎、柏林、華盛頓咁樣啦。我哋咧能夠以實惠嘅價錢獲得可靠同優質嘅供水咧，更加應該要咧珍惜用水，避免浪費。穩定嘅東江水供應咧，成就咗香港發展為我哋今天嘅國際大都會。我哋希望趁住今年慶祝東江水供港60週年，讓我哋嘅市民大眾明白東江水供港嘅歷史，同埋國家為咗保障對於香港嘅供水嘅質同埋量咧，做咗大量嘅工作，真係要飲水思源。我哋喺今年咧就以一脈相連飲水思源作為主題啦，舉辦咗連串嘅項目，包括係早前嘅紀念典禮暨大型裝置藝術展、舞動水滴展嘅開幕禮啦。另外咧，我哋以智慧水務、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舉辦嘅國際水務領袖高峰論壇，獲得咗多位來自國內外政策制定者啦、專家、領袖同埋學者出席嘅。大家從智慧水務同水安全保障等多方面咧，共同探討水務嘅發展啦，擴闊咗業界視野，促進咗咧跨地域、跨界別嘅協作。我哋香港今次真係充分發揮喺內聯外通嘅獨特優勢。今次咧，我哋好高興請到馬興運先生，一個國際著名嘅藝術家，幫我哋咧創作出呢個舞動水滴展。咁呢個舞動水滴展咧，一直咧就會去到6月，咁市民咧可以近距離參觀啦，同埋咧去玩嘅。係啊，除咗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，睇到我哋後面一個18.8米高嘅大型水滴咧，
其實現場咧仲有過百個小型水滴，全部都係不倒翁嘅形狀出現嘅。其實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藝術展覽咧，宣揚東江水為香港注入生命力啦，同埋提倡社會共融嘅文化，仲有就係香港一個好堅毅不屈嘅不倒翁精神。適逢5月份係母親節，到時仲會首次展出呢位藝術家嘅水滴創作之中歷嚟最大高28.8米嘅巨型水滴藝術裝置，寓意國家60年嚟為香港提供源源不絕嘅東江水，好比母親對子女無微不至、深厚嘅愛。水務署任重道遠，我哋希望透過一連串嘅活動咧，讓市民理解飲水思源嘅深層意義，同時明白同埋珍惜國家對香港嘅支持。